2022单眼皮天花板老公的复仇爽剧开播了。高中毕业的他在一家顶级财阀家族做秘书，可却处处遭人瞧不起。不但被财阀儿子用开水浇在头上，更是被财阀夫人当作勤杂工让他修马桶。可小宋为了拿到这一份高薪的工作，只能脱下西装卷起袖子去修马桶。果然颜值高的人做什么都是帅的。小宋修完马桶之后出来给夫人汇报，夫人先是强调自己必须使用智能马桶垫，接着又嘲讽他太穷肯定没有见识，再从钱包里拿出几张准备给他。可本来想抽4张的又塞回去2张，像圣母一般施舍给小宋。小宋先是拒绝夫人，表示自己不需要钱，可夫人的手却不放下，一直用讥讽的眼神盯着小宋。最终他还是接过了钱，毕竟尊严不能当饭吃。可没想到一向被财阀家族看不起的小宋，竟突然被升职为财务经理，而交给他的第一份工作，就是要他去海外找回财阀集团丢失的资产。小宋并不知道这竟是财阀想要秘密杀害他的计划。他抵达海外之后就遭人一路追捕，人生地不熟的他还是被抓住。那群人冤枉他侵吞财阀资金，将他带到海边直接捕杀。他以为自己这一世就这样过去了的时候，却没想到竟在30年前的财阀车里醒来，而自己也变成了财阀家的小儿子。于是他决定找出害死自己的凶手。大男主复仇吞下整个财阀家族的戏码，简直不要太爽。掉进海里的他却意外重生，回到1987年，重启人生的他不再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而是成为了顶级财阀家的小少爷。可他现在最在乎的不是财富，而是想再见一见自己去世10年的妈妈。他疯狂地跑向曾经自己家开的小餐馆，在窗户外面看到了弟弟在写作业，接着就看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。当他转过头来的时候，他鼓起勇气走进店里，说自己想吃一碗汤饭。妈妈亲切地答应了他的请求，给他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。又看到他脸上的伤口，给他递上了一个创口贴。此时的道俊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，父母互相对视了一眼，不知道这个孩子怎么了。此时财阀妈妈赶了过来，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跑到这里，要带他回家。看着亲妈和重生后的妈妈，他只能选择跟财阀妈妈离开。回到车里，道俊拿出口袋里的创可贴就哭了起来。살아있어서 너무 다행이에요. 나도 정말 다행이야. 而让道俊更迷惑的是，他在离开小餐馆的时候，竟发现这个世界里原来的自己也依然存在。为了调查自己之前的死因，他跟着财阀父母来到老会长的家里。这一天是老会长的花甲大寿，财阀家族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生日宴。他站在全家福照片前，想起自己曾经见过的财阀家族成员图中，竟找不到他现在重生之后的身份信息。难道他是凭空创造的吗？耳朵里传来一阵刺痛，打断了他的回忆。下一秒，他就看见爷爷的长孙成俊偷摸地进了书房。这个成俊就是当初在公司里作威作福的副会长，还曾把一壶开水倒在他的脑袋上。于是他决定跟过去看看，却不料成俊在书房里突然看见道俊出现，吓得往后一退，直接打翻了爷爷的青花瓷瓶。成俊立刻镇定下来，走到书房外，看见没有人发现，接着就顺手将一块瓷器碎片放进道俊手里，就想将此事嫁祸给他。 네가 무슨 말을 해도 사람들은 너보단 날 믿을 거야. 난 순양의 상속자고 할아버지는 무조건 내 편이니까. 可重生后的道俊不是10岁的小孩子，他对成俊说：“你怎么还是这么愚蠢？”这一句话将成俊惹怒，他冲过来就想揍堂弟，没想到却被赶来的成俊妈妈阻止。众人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成俊却恶人先告状，说是堂弟打翻了爷爷的瓷瓶，自己只是碰巧发现，所以打算拉他去见爷爷。道俊爸爸问他事实真相到底是怎么样，道俊看着成俊妈妈阴阳怪气的嘲讽自己，当即指出打翻瓷瓶的人是堂哥成俊而不是自己。众人都不相信。道俊接着又从成俊的口袋里拿出书房的钥匙，这一下就证据确凿。成俊恼羞成怒，直接扑过来揍了他一拳。此时财阀爷爷突然出现，他搂住成俊来到花瓶碎片前，告诉成俊自己现在很生气，但不是因为你打碎一个1000万的花瓶，而是因为你到现在还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 경영인 순양그룹의 후계자 답지 못했기 때문이다. 순양그룹의 후계자 답지 못하기 때문이다. 道俊因为看过老会长生前写的自传，于是便一字一句复述出了他的话。现在他明白自己真的是重生了。第一步当然是要得到财阀爷爷的认可，但很快他发现了一个问题：自己的父亲是老会长的3儿子，早已不参与家族生意长达10年之久，跟父亲的关系也不太好。道俊觉得求人不如求己，于是第2天他又来到爷爷家里，听见长辈们似乎在讨论准备支持大选之事，但却无法确定应该支持哪个候选人。目前的资金也比较紧缺，必须把钱花在刀刃上。小道俊觉得机会来了，他对爷爷的秘书说自己有办法搞定资金的事情。二伯走过来嘲笑他小娃娃能搞定多少资金，他举起一只手，二伯笑他是不是5万韩元。 50억. 50억. 할아버지께
大家看他说的如此认真，都有点被他吓到了。大伯问他从哪里知道该支持谁，是不是家里父母教你来说的？道俊解释这一切都跟父母无关，只是自己想跟爷爷讨论一下罢了。既然爷爷现在没有时间，自己就先回去了。道俊离开之后，秘书突然接到电话，让他们赶紧查看重大新闻。于是几个人打开电视机，竟发现道俊说的那只股票果然有利好消息，价格也是飞快的在上涨。二伯连忙跑到老会长的房间，发现老会长已经看见了电视里的新闻。秘书立马跑到大门楼拦住道俊的车，说会长现在立刻就要见他。这早已在道俊的意料之中。爷爷问他怎么知道股票会涨价，他说自己看了报纸上的新闻分析出来的。爷爷又问他为什么要支持都泰勇候选人，他目前的支持率并不是最高的。道俊只讲了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。他告诉爷爷，咱们就要做渔翁，目前的第1名和第2名已经分别有2大财阀支持，而他们斗争的结果很大可能会两败俱伤，我们就去支持第3名的杜泰勇候选人，最终的赢家一定是我们。爷爷起身没有回答，反而给道俊出了个難题，说只要道俊能解出答案，就可以给他1次奖励。 2등이 싸워서 3등이 이기는 걸 갖다가 어부지리하겠다 맞나? 반대로 이런 속담도 있다. 오래 싸움에 道俊百思不得其解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他看到一本杂志，终于明白了爷爷的意思。现在的韩国就像一只小虾，被夹在美国和日本中间，如何去跟他们抗争才是爷爷最头疼的问题。因为他们顺阳集团生产的半导体，无论从技术还是价格上都无法跟美日对抗，这才是爷爷最迫切解决的问题。他赶紧进屋打电话给爷爷，却得知爷爷已经飞到迪拜去签约了。而询问了回程日期之后，竟然就是上一世爷爷死亡的日期。他连忙跑出去找了个公共电话报警，说第2天的飞机一定会爆炸。可警察根本不信他的话，认为他只是小孩子的恶作剧。没办法，他只能冒着大雨前往奶奶家，告诉奶奶自己要给爷爷打个电话。可电话那头只是一个保镖，他对保镖说，请他告诉爷爷，自己已经知道了上次问题的答案，另外请他务必转告爷爷不能坐当天的飞机。可没想到，明明记下内容的保镖，却怎么也翻不到那一张纸条。爷爷的飞机也已经起飞，道俊在家中坐立难安，还因为等新闻跟哥哥抢遥控器，结果新闻没等来，却等到了奶奶的电话。整个家族的人都回到了爷爷的家里。原来那一架飞机果然失事了。当确认了飞机人员名单之后，全家人都崩溃了。道俊以为自己还是没改变命运，却没想到爷爷竟然活着回来了。